中央大學承辦115年全台灣的活動，不過中央大學學生會指出講，這屆全台灣開幕式尚無有配合超過400位大學1年的學生來去做志工，也有學生互安排去做比賽志工，若準無參與，或者是時數無夠，服務學習可能就無法度通過，連帶影響到因可能袂畢業。學校表示講呢，這服務學習課程有多元的替代方案，並無強制學生。第一擺做全台灣志工，中央大學成立下3年的蔡同區、甲同區，鬥陣在空手道比賽場館出入口注意人員進出。2天之前是在軟式棒球做送分員。我是一直去上網查規則，然後或者問其他有看過，然後才慢慢會適應。我幫選手穿護具，就大概就是這樣。我幫忙裝那個欄架。以前有這個經驗嗎？沒有，所以很新鮮。補充無熟悉運動知識，引近距離看公開組選手比賽，隨機訪問全台灣志工的中大生認為，體育服務學習課程達至全台灣閣袂歹。不過學生會指出，這屆開幕式至少配合超過400個大一學生，愛專程做志工，若無參加或者是時數無夠，服務學習課程未通過，無法度達成畢業的坎站。雖然學校可能有提供所謂的請假啊，或是一些可能補救的措施，但這個請假是需要去額外進行申請或是提出的。有些學生也確實沒有參加全大運的志工，他就是另外在找事後，比如說校外有一些企業或者其他社會服務的機會來滿足這個門檻，所以沒有強制這件事情。中大表示，開幕學生志工差不多255人次，無強制參加。志願國賽事學生志工1157人次，是體育服務學習課程。不過，大學聯指出，服務學習課程未該將學生作為免費勞動力，甚至列為畢業的坎站，讓學生一定愛去做。事實上，台師大、清大、政大已經陸續廢除服務學習畢業的坎站。回歸到就是教育部對於這個服務學習課程的這個主軸，他是希望我們同學可以結合自己的可能特色領域或是各個系所的專長，然後去置辦出各種有學分的。中大表示尊重各校辦學，目前未廢除服務學習畢業坎站，不過以後會將服務學習改做社會實踐。大數據回饋給我們是正向的，當然我們還是會持續滾動的去調查。中大學生會指出，目前服務學習課程是必修，總共2學期，每禮拜2點鐘，會在6月提限。服務學習加做選修甲畢業坎站脫鈎，是學生感覺有趣味、自主進行之下，才去選擇這個課程。記者綜合報道。